在演藝圈這片光怪陸離的名利場中，任嘉倫的名字曾一度是古裝男神的代名詞。從《大唐榮耀》李閃依怒馬的廣平王到《錦衣之下》中靠演技出圈的陸毅，他用非科班出身的韌勁和一將令各分明的面孔，硬生生在古偶這片公海裏劈開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航道。然而，流量迭代的速度遠比想象中殘忍。2026年的內娛早已換了人間，當36歲的他帶着《佳偶天成》這部仙俠劇再度歸嚟時，迎來的不再是鋪天蓋地的讚譽，而是一場關於演技、台詞與年齡的集體審判。豆瓣小組、微博實時廣場乃至短視頻平台的二創鷗，充斥着對他狀態疲態、瞪眼式表演以及台詞斷句詭異的嘲諷。那個曾經靠一個眼神就能讓觀眾共情的演技派，似乎在高清鏡頭下失去了魔力。與此同時，他試圖通過《風雨潮》等正劇敲開主流演技大門的路也走得合合半半。台詞功底這一致命短板被放在更嚴苛的標準下審視，讓他在古偶如正劇的夾縫中進退維谷。這種尷尬並非突如其來，而是近年來作品口碑持續分化後的總爆發。觀眾開始發出靈魂拷問：那個曾經用真誠打動人心的任嘉倫，他的事業心究竟船能帶他突圍嗎？船是說他早已困在了自己親手打造的成功模板裏，成了流水線美強慘的代言人。關於任嘉倫眼下困局的核心爭議，首先繞不開的便是他在古偶賽道裏日漸暴露的力不從心，而這種擠不進去的困迫，既關乎肉眼可見的皮相衰老，更關乎表演靈魂的固化與缺失。佳偶天成作為2026年備受矚目的 S 級項目，原本被寄予厚望。導演郭虎曾交出過周生如故這樣的爆款，原著 IP 也有着堅實的粉絲基礎，按理說是任嘉倫鞏固古偶江山的不二之選。然而劇集播出後，輿論風向卻急轉直下，觀眾毫不留情地指出，任嘉倫在劇中飾演的賤鬼族少主陸千喬，不僅面部浮腫、法令紋明顯，與角色設定的少年感嚴重違和。更致命的是，他那套已經程式化的表演體系，委屈時必定垂眼抿嘴，難過時總是皺眉放空，印人心情則幾乎全憑面無表情和慢鏡頭烘托。這種被戲稱為演戲三件套的套路，讓三個完全不同背景的角色，無論是如君初相識的長意船事、無憂道的宣夜，在他身上竟演出了同一種索然磨味的底色，仿佛所有人物都共享了一個名叫任嘉倫的軀殼，失去了角色本該有的獨立靈魂。曾經在《錦衣之下》趙玉戲中那種攢緊拳頭、眼尾微紅、暗流胸衝的細膩層次感幾乎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空洞的瞪眼和毫無情緒波瀾的面癱式處理，讓觀眾直呼像切換程序船沒加載完的 AI。這種表演上的冷靜或許源自他對古偶流量密碼的過度依賴，他認為只要雍瓷高冷、禁欲、美強慘的人設就能穩贏，於是放棄了鉗對不同人物進行差異化設計的努力，結果就是不僅沒能吸到新粉，反而大量消耗了老觀眾對他陸毅濾鏡的信任與耐心。與此同時，他在外形管理上的失控也加劇了這種擠不進的悲涼感。36歲強行飾演少年賤鬼，在高清鏡頭下暴露的不再是昔日的膠原蛋白，而是疲憊的皮相和與女主之間明顯的年齡差帶嚟的父女感。這樣原本應該充滿曖昧拉扯的古偶戀愛情節，變得難以讓觀眾代入和上頭。資本或苦能集剪堆砌出華麗的服化道和強大的宣發，但真正決定古偶上限的永遠是站在鏡頭前那個人的狀態與靈氣。當任嘉倫在古偶這片曾經屬於他的領地上演起了西西弗斯式的重複勞動，觀眾自然會用腳投票，用下滑的熱度數據和低迷的口碑評分給他最直接的市場反饋。如果說古偶賽道的失手上足英雄遲暮的常態，那麼任嘉倫試圖通過正劇轉型嚟證明自己的努力，則更像是一場暴露短板的冒險。正劇賽道對演運的台詞功底有着極高的門檻，而這恰恰是他從藝以來最諱莫如深的軟肋。長期以來，任嘉倫在古裝劇中大多依賴配音演運的出色發揮來為自己的角色增色。從《錦衣之下》到《周生如故》，那些令人心折的深情獨白和霸氣宣言背後，
其實有相當一部分功勞屬於配音演韻的二次創作。然而一旦脫離配音的庇護，使用原聲出演時，他聲音中氣不足、咬字含糊、斷句奇怪的問題便暴露無遺，被觀眾毒舌地調侃為像餓了3天沒吃飯。甚至有人在他的劇集評論歐直言舌頭像沒有劣跡一樣。這種台詞上的生理性短板，在古偶中或苦船能靠顏值和氛圍感糊弄過去，但到了追求落地感如真實感的正劇裏，就成了不可饒恕的硬傷。以他近期試圖靠近正劇的作品《鳳魚潮》為例，他在其中飾演澳門愛國商人何賢，儘管他本人為了這個角色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也努力去靠近那個時代的厚重感，認為自己是在靠近一段歷史，復刻一段歷史。然而，當與他對戲的演運用紮實的學院派功底念出擲地有聲的台詞時，他那種連軟磨礪、缺乏情緒投射的聲音立刻被襯托得如同小學生念課文，讓觀眾瞬間出戲。正劇需要的是演運通過聲台形表全方位地塑造人物，尤其是台詞。他承載着角色的邏輯重音和情感爆發力，而任嘉倫明顯無法勝任這一點。在《烈焰》中與馬蘇、張恩等實力派對戲時，這種差距更是被赤裸裸地展示在觀眾面前。面對父親陣亡這等撕心裂肺的戲碼，他的表演被形容為如同在現場看戲，完全接不住對手演運的情緒張力。正劇的導演和製片人並非瞎子。他們當然明白算用一個台詞不過關的演員對於整部劇質感的影響有多大，因此即便任嘉倫有着不錯的國民度和古裝儀態，但在那些衝擊主流獎項或追求藝術品質的正劇項目中，他往往是被率先排除的選項。這種想進不去，古偶又回不去的撕裂感，構成了他目前職業生涯最大的焦慮來源。他既不甘心徹底放棄流量和輸的歐，又沒能力用硬實力撬開通往實力派的大門，只能在尷尬的中間地帶反覆試探，消耗着原本就不算太厚的口碑資本。然而，在鋪天蓋地的質疑聲中，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用江郎才盡來概括任嘉倫的處境。客觀來看，他並非沒有演技，也並非沒有事業心，只是他的優勢與劣勢都同樣顯著。且在當前的內娛環境下被無限放大了。縱觀他的成名史，他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體驗派而非技巧派演運。非科班出身的背景讓他缺乏系統的表演訓練，尤其是發聲方法的缺失，導致他在台詞處理上存在天生的短板。但他早期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對角色極度用心的揣摩和一種笨鳥先飛的真誠。為了演好廣平王，他能把劇本貼滿牆壁。肺炎嗨到帶血也堅持拍攝，為了理解角色，他佢認真研讀歷史資料。這種投入讓他早期的角色帶着一種未經雕琢的粗礪感和爆發力。他的演技之所以被誇讚，是因為早年他的眼神裡有故事感和生命力，那是基於對人物深刻理解後流露出的自然情感，而非單純的擠眉弄眼。問題在於，當這種原始的體驗派演法遭遇流水線式的古偶生產模式時，他選擇了偷懶，用一套曾經成功過的微表情模板去套用所有相似的角色，把破碎感和印印變成了可以量產的工業糖精，從而磨滅了自己身上最珍貴的真實感。同時，他固執地拒絕配音，堅持使用原聲的態度，雖然值得尊重，但在能力未達標的情況下強行上陣，反而成了加速口碑坍塌的催化劑。這暴露了他對自己認知的偏差，以及對觀眾聽覺體驗的不夠負責。這種事業心更多地體現在了接戲的頻率和對番位的執着上，而不是體現在打磨技藝、痛下血心練聲的耐力上。他一年接3-4部同質化的古偶，看似勤奮，實則是在用戰術上的勤奮掩及戰略上的懶惰，瘋狂消耗自己巔峰時期積攢的所有好感。而他的坦誠，比如在最攻時官宣烈婚生子，曾為他贏得過內娛活人的好感，讓他勾別於純粹的流量偶像。但這份好感在殘酷的演技評判標準面前，並不能為他加分半分。觀眾是健忘的，也是苛刻的，他們不配因為你曾經的輝煌或生活中的好人設就容忍你在專業上的停滯不前。當年的陸亦濾鏡再厚，也架不住一而再，
再而三的瞪眼式表演和唏噓式台詞對其的反覆消磨。那麼，這是否意味着任嘉倫的演藝之路已經走進了死胡同？答案或許並非如此絕對，危機之中依然存在着觸底反彈的可能。關鍵在於他是否願意徹底打碎自己過去賴以成名的公式，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自我革命。他首先需要承認且正視自己的台詞短板，而不是繼續在粉絲的控評與誇讚中掩耳盜鈴。正如許多業內人士建議的那樣，他或許應該徹底放下身段，去話劇舞台上磨練1-2年，系統性地學習發聲技巧，通過大量的劇場實戰來建立聲音的支點和情感的投射力。像張譯、黃敬松等實力派演員都曾有過為了角色苦練語言，甚至學習方言的痛苦經歷。演員這一行沒有捷徑，聲音的厚度和台詞的感染力騙不了人。只有當他不再依賴配音，能用原聲塑造出打動人心的角色時，他才真正拿到了通往正劇賽道的入場券。其次，他必須跳出古歐美強慘的輸的歐，勇敢地去嘗試那些真正具有挑戰性的複雜角色，甚至是一些邊緣的、反派的、帶有瑕疵的人物，而不是繼續在高冷禁慾這個安全歐裏打轉。當年胡歌憑借李逍遙大火後，也一度陷入偶像劇的泥潭，但他通過話劇《如夢之夢》的睡練，通過《琅琊榜》中梅長蘇這一極其厚重且內斂的角色，完成了自己從偶像到實力派的華麗蛻變。任嘉倫需要找到屬於他自己的梅長蘇，一個能夠將他的年齡感、閱歷感轉化為優勢的角色，那種歷經滄桑的厚重感遠比強行扮演少年更具殺傷力。此外，他對於表演的理解也需要升級，從靠天賦和直覺的體驗派轉向更高級的設計派，學會為不同的角色設計專注的微動作和語言習慣，打破自己身上那種複製粘貼式的表演定式，讓觀眾在追劇時看到的是角色而不是任嘉倫。這不僅是對自己職業生涯的負責，也是對一直支持他的觀眾的尊重。畢竟沒有人願意在10年後回顧他的作品時，發現所有的角色都像是陸毅換了件衣服，換了個名字在反覆上演。在任嘉倫這場關於轉型與困境的漫長敘事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單個演員的掙扎，更是整個內娛古偶市場由盛轉衰、中生代演員集體面臨的中年危機的一個縮影。古偶劇的本質是販育青春夢境，他對演員的容貌、狀態和情感投射能力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當年過35-6的演員依然要在其中上演着10幾歲少男少女的愛恨糾葛時，這種立位感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觀眾的審美疲勞和生理排斥。與此同時，行業對流量的迷信已經退潮，觀眾不再願意為好數據買單，他們渴望看到真正有深度、有質感、有演技的內容。這就倒逼着所有想要在這行走下去的演員必須拿出真本事。任嘉倫的尷尬其實也是很多同齡段演員的尷尬，即高不成低不就，論流量和知名度，他們是平台的寵人，但論演技硬實力，他們在正劇導演眼中又排不上號。如何跨越這道天塹，需要的不僅是個人努力，全需要整個行業改變對演員的評判標準，給那些願意沉下心嚟轉型的演員更多的機會和耐心。對於任嘉倫而言，他手中的牌其實不差，他有國民度，有代表作，有死忠的粉絲群體，也有一個相對正面的公眾形象，這些都是他可以重新出發的底氣。他現在最需要的是勇敢地按下事業的暫停鍵，把暫停期變成真正的速力期，而不是一邊焦慮着轉型，一邊又被古偶的短期利益所綁架，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的自我消耗中。關於任嘉倫的未來，我們或許不必急於給出一個就此隕落或必將翻紅的論斷。演藝生涯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一時的低谷並不能定義一位演員的終點。真正的強者懂得如何在失意時蟄伏，在逆境中重塑自我。他曾經從一個傷病退役的乒乓球運動員，到機場地勤，再到韓國磨人問津的練習生，最後憑借驚人的毅力曬回內娛成為頂流。這一路的逆襲本就證明了他擁有超乎常人的韌性。既然他能在10年前把一手並不算好的牌打成王炸，那麼10年後的今天，
只要他願意清醒地審視自身的短板，並拿出當年非科班出道時那股將劇本貼滿牆壁的死俠精神去攻克台詞難關，去拓寬表演維度，他就依然擁有翻盤的可能。畢竟，他最大的武器從來不是那將臉，而是那份把暫停鍵打成重啟鍵的倔強。演藝圈永遠歡迎浪子回頭的戲碼，也永遠欣賞知恥而後勇的魄力。任嘉倫需要做的是勇敢地走下古偶這座已經日漸結紮的獨木橋，腳踏實地地站在話劇舞台或是現實主義劇作的泥土裡，重新吸取表演的養分。作為這場輿論風暴的旁觀者，我們或許也該給予這位曾給我們帶來過經典角色的演員更多的寬容與時間，而非近淪為娛樂工業裡冷漠的數據審判者或情緒宣洩的鍵盤俠。在流量速扭的時代，能夠持續輸出作品的演員本就不易，而每一次真誠的創作嘗試，無論成功與否，都值得被理性看待。任嘉倫的困境是個人選擇的代價，也是行業浪潮的必然，但絕不是他演藝生命的終章。對於觀眾而言，最好的支持不是無腦的吹捧或惡意的拉踩，而是善意的鞭策與耐心的守候。最好的批評不是人身攻擊，而是客觀指出問題所在，期待他的成長。同樣，對於任嘉倫而言，回應質疑最好的方式也不是訴諸粉絲的控評或辱慘，而是沉下心來，用一部部紮實的作品，一次次肉眼可見的進步去堵住悠悠眾口。在演運與觀眾這場雙向奔赴的旅途中，唯有真誠與實力是不可辜負的通行證。願我們都能少一些烈氣，多一些理智，給認真演戲的演員一片清靜的土壤，讓他們有勇氣走出書的勾，去迎接真正足於演運的黃金時代，而不是在古偶的廢墟上徒留一聲嘆息。